咁嚟回到啦，咁業主咧就採用咗佢一啲點綴啦，加埋少量嘅訂造家私啦，就營造出佢自己獨特嘅風格。入到嚟咧，我哋會見到個玄關啦，咁我用翻個長虹玻璃啦，做翻點綴啦，然後做翻好似一個茶几仔，放翻個鎖匙啊或者電話，我舒舒服服咧先換鞋。咁後邊啦係可以買翻啲架啦，係啦，掛翻個手袋啊，做翻少少嘅收納。玄關入到嚟咧，就會係安排咗一個不規則嘅收納櫃啦，做翻少少嘅 decoration 嘢啦，同埋最主要收納啦，同埋呢個位置咧就會安排一張隱藏式嘅拉台啦，變相嚟講可以 support 翻嗰個 open kitchen 台面啦。然後過翻嚟呢邊啦，咁入到嚟啦，我就安排咗一個電視特色牆啦，就用翻一啲攞坑條子咧，做翻啲不規則，呼應翻隔離嗰個櫃啦，凸顯出業主個個人品味。梳化隔離咧，我哋訂做咗張吧台啦，上邊有一個收納架，其中一個焦點位置嚟嘅，咁可以張台咧俾業主咧平時可以 chill 下啦，飲下杯咖啡咁樣咯。嚟到房間啦，咁見到床 pan 咧，我就會用咗一隻比較深色少少嘅顏色啦，做翻個點綴啦，然後床 pan 後邊做翻個滲光啦。咁因為業主咧唔中意太壓迫嘅生活，所以咧近床頭咧我做一個比較大嘅中空位啦。咁上邊咧做翻個頂櫃啦，係啦，然後做翻個大型嘅衣櫃啦。咁你見到少少啦，會做翻個弧形咧，做翻一個少少嘅 decoration 啦。然後咁下邊嗰個櫃桶位咧，我做咗條子。記得留言讚好啊，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你的理想家居盡家居。